大家好，我係道道。上次係介紹咗有劇情嘅新作，但係呢個不作到風行嘅當下，又點可以少得了純品番呢？所以今次係介紹一套比較新嘅不理番。佢就係原本身為音樂嘅女角，喺高中出道，形象大改造埋對咗一班陽光妹子，有金毛，有粉毛，仲有黑毛、短毛同大波妹。各妹子倒貼有些些，男仔一直處於被動。你以為開後宮？不可能吧！喺2024年9月推出，由雷火劍操刀嘅漫畫改編作品《音樂情侶與陽光們的多次分娩》。既然係純白作品，劇情就相當簡單地講述青梅竹馬嘅音樂情侶男女主，喺男主下定決心要破當日，偶遇當年音樂小伙伴，如今已經係楊國嘅金毛必持。咁啱同某海王同名，又沙丘。咁好友們久久不見，當然直接上房傾偈，帶晒自己嘅風流史，又知道咗男女主今日要破。一言不合就話要同男主訓練一番。我屌，點解我就冇呢種小伙伴呢？於是者金毛就帶上佢嘅陽光同伴，同男女主去 K 房開 party 啦。眾目睽睽下，男女主嘅初體驗實在稱不上好。男主5秒真男人插入即射，於是乎就輪到一眾教練登場啦。玩到男女主筋疲力盡，都只係啱啱開始。2星期後，男主再次迎嚟一場大戰，今次直接酒店，最後以男女主爽快結合作結。你以為咁就完結？訓練結束，當然就要不停實操。之後嘅3個月，佢哋日幹夜幹咁迎嚟第2集啦。一開播就位新男角登場，經典嘅黃毛配色，想睇喜聞樂見嘅楊國 NTR 音樂就可惜啦。依家係連黃毛都俾呢位後宮王震懾，即使黃毛向女主告發男主嘅出軌，誰不知女主已經喺度享受緊妻目前番，佢哋嘅關係連黃毛都接受唔到啦，逃走咗啦。新結局自然就係男女主同 bitch 們放學就開幹，快樂地開房，同場皆因女女百合 play， 爽到佢哋開晒心心眼，粉毛配上心心眼，水電得豬啊！亦傳話呢種純白劇本，我哋可以欣賞到更豐富嘅色內容，搞埋時間又放了瘋狂交換口水，操到女女們心心眼，亦係男士們嘅夢想。絕對係繼機戰之後男人嘅浪漫啊！好啦，今集時間就到呢度，想輕鬆打個丁嘅話，可以試試呢套不理番喎。拜拜。